旅日火腿队野手王柏荣今天在官办热身赛与罗德队交手，打击有表现，单场2安，贡献2分打点，但没能与罗德队台湾投手陈冠宇场上对决，火腿队中场以7-10落败。王柏荣今天赛前于官办热身赛总计3场出赛，7打数敲出1支安打，吞下1次3振。今天与罗德队比赛先发打第5棒，指定打击，首局首打席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，中段官办热身赛连5打数无安打。王柏荣3局敲出3垒界外飞球出局，5局敲出3垒方向滚的球出局，7局高飞牺牲打送回球队第5分，9局再敲出个人单场第2安，送回球队第6分。王柏荣今天总计4打数敲出2支安打，贡献2分打点。今天比赛3局打完，2队战成3-3平手。火腿队大田泰志6局开轰，超前比数，7局再靠着接连安打，王柏荣高飞牺牲打，多添1分。罗德队8局反攻，靠着单局5安，包括刚大海的全垒打，攻下7分大局。火腿队9局下半追回2分，但追分不及，吞下败仗。